我觉得大家都要珍惜每一个日常，然后能做什么，然后想做什么就珍惜当下，然后把握时间，尽量去做。先的来认捐了时间的童小屋，来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镜头哦哈。好，那同时呢，也希望抛砖引玉啊，对啊，大家一起来心啊，跟 Hebe 姐姐一起来，把我们的爱心呢一起散播出去，也欢迎透过跟大家一样，就觉得非常的震惊，然后真的很不舍，觉得就是很遗憾。我觉得家人都一定是最艰苦跟最辛苦的时刻。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多留一点空间给家人，然后我们在心里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要珍惜每一个日常，然后能做什么，然后想做什么就珍惜当下，然后把握时间，尽量去做。Hebe 之前跟他合作过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吗？我觉得他是很有家教，然后个性很好的，然后个性很好的男孩，然后也很敬业。我们很努力，对。预计一个时间吗？预计把它做好。现在完成进度大概是怎么样？如果是制作物的话，应该已经就是都还算还蛮满意的了。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部分嘛。那现在自己当老板啊，今年红包会不会给员工之类的？多包一点这样。我不会，就是不会亏待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很开心啦。对，怎么样子开心法？就是微醉一下。就是开心啊，你开心我开心，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题耶，这知道怎么回答？一般来说，就是会给他包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希望你老板这样说？他们出去旅游之类的、一起员工旅游。他们可能不想跟我旅游吧，因为每天都已经跟我相处在一起了，就是难得已经算是出道将近快18年嘛，快20年，我就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跨年，所以其实去年我就已经预约今年跨年的假期了，所以今年跨年就跟大家一样，就是可以看烟火啊，或者是看电视转播啊。所以是待在台湾吗？待在家里，然后自己这一次有机会到台中的园区，看到了当一日志工老师，然后陪他们做了很多的活动。我觉得那些老师们也非常的伟大，因为其实他们的语言发展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肢体障碍，所以让他们的表达、日常生活的行动都非常的不方便。但是他们尊重每一个生命，然后让每一个生命的灵魂得以用不同的方式发展出来。